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智能搜尋方塊，先製作搜尋方塊，係開發人員嘅插入，選擇文字方塊，拉出方塊，右 click， 按內容，係 Linked Cell 右方打入 F2， 關閉開發人員設計模式，再設定條件式格式，選取資料，係常用，選條件式格式設定，按新增規則，選使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，打入，選擇填滿嘅顏色，按確定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